为什么这个人去吃陈油？哎，为什么要吃除以2啊？然后武器又不去吃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哎，就他就在那边，这个武器在那里，就去吃。哦哟，这有什么了？我上次还看到有个人把头上的洞打开，岩浆流下来，把自己烫死的嘞。这种东西很邪门的，小兄弟，你赶紧领了钻石回家烤烤火盆吧，好嘞。哎，你们这边的人会不会操作的？闪现都留着不交的。那这钻石你要不要买？为什么不这样除以2？这火箭筒都不拿的。小白，你要记住，这是个心理陷阱。你觉得你更聪明，于是你就去会试试，对不对？那恭喜你，你也加入了追寻火箭筒的一员啦。啊，那么怪物是数字，火箭筒也是数字。就算是你拿了火箭筒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后面还要拿高斯步枪、机器人、宇宙战舰才能解决的怪物啊！我设计这个世界，那么基本法则就是如此。它是个商品，它的目的就是要理化钻石。但既然我穿越过来了，没有通知入口，那就不要想太多了。林克也有林克的玩法，否则怎么6寸重拉大嘞？